魔鬼琴技，聽一次記一世。Hello， 我係小提琴手文文。如果只可以用5首小提琴曲目去代表詞語、電影經典、炫技、鬥智同埋情歌，我會點揀？今日一次過分享俾你哋5種風格、5種震撼。咁第一首治癒嘅曲目呢，係舒伯特嘅小夜曲。咁佢嘅旋律係好溫柔啦、舒緩，好似晚風輕輕吹過，乾淨又治癒。咁無論係疲倦啊、焦慮定係心情低落呢，聽一聽都可以即刻被安撫，好適合瞓覺前啦，放鬆、靜心聆聽。第二首呢，就係 Schindler's 電影主題曲目。咁佢小提琴一出嚟呢，就好似有一雙眼喎，佢望住你，咁樣呢，你會覺得好安靜、好舒緩，但係又講唔出有一種沉重。聽一次記一世。第三首炫技神曲就係 Paganini 嘅第24首隨想曲。咁佢係小提琴嘅炫技天花板，技巧咧好密集，非常炸裂，衝擊力都好強。咁你聽完之後咧就會知咩係魔鬼琴技。第4首咧係鬥智嘅曲目啦，咁就係卡門幻想曲。咁佢節奏好鮮明，氣勢十足，旋律咧非常之熱血又有張力。當你需要動力嘅時候咧，聽呢首歌就會充滿能量啦。第5首我推薦嘅情歌咧係一首中國情歌嚟嘅喎，就係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》啦。咁佢係一首非常之動聽嘅小提琴情歌，係講述梁山伯與祝英台嘅凄美愛情故事啦。咁旋律一響起咧就好入心嘅，佢係每一個小提琴愛好者必聽嘅經典。你最中意係邊一首呢？有邊一類型嘅音樂想聽，記得留言話俾我知，下次專門為你做一期歌單。